位朋友大家好啊！我哋107動力今日咧，我哋嘅成員咧會喺立法會嘅福利事務委員會咧去團體發言，就住咧而家長者生活津貼嘅爭議咧去發表我哋嘅意見。我哋107動力一直咧去捍衛公帑嘅運用。而家新推出嘅長者生活津貼咧，有議員同啲民粹嘅政客咧就話要不審查。我哋認為咧呢一個係益富豪嘅做法。有乜理由富豪大亨仍然咧要納稅人去補貼佢哋嘅生活？我哋107動力咧認為福利主義嘅盛行咧係會破壞一國兩制嘅落實，會令到咧納稅人咧百上加斤。好似咧我象徵住納稅人身上嘅稅啊、差餉啊，日後咧年輕一代咧就會承擔更加多嘅稅金去支付咧呢啲無了期免費午餐式嘅福利。我哋認為一國兩制基於咧係能夠香港有財政嘅自主獨立。如果香港實行福利主義，就會邁步向歐洲而家嘅苦況，要向其他國家去謀求去財政嘅支援，而香港最先謀求嘅就會向中央政府去伸手辦，最後連我哋一國兩制咧都會受到破壞。107動力會繼續呼籲所有關注公帑運用嘅市民一齊去關心實際長者生活津貼應該係照顧同幫助最需要幫助嘅老人家，而唔係派糖式嘅益富豪大亨。